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新正年头，大家见面拢会好心情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好读好第7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好，本地意思是用礼物来甲人恭喜，也就是庆贺；甲人祝贺喜事，也就是贺喜。新正年甲人说恭喜，也就是贺正贺新正。祝贺人上任，也就是贺任；祝贺人生日，就是贺寿。若是祝事，嘛有人讲是贺事。古早若是有庆祝的代志，像讲新明老日，请人来搬去，或做贺喜。另外，嘛有人说贺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庆贺，意思就是祝贺；第二个词贺新正，也就是说恭喜贺新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过年时啊，照咱台湾传统的咧，会去行村拜年，去亲戚50好朋友的厝内贺新正，大家庆贺新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好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